感谢你，搁一摆因带阮来到你的圣殿，主我们来敬拜你。主要传扬你的救恩，我们来称赞你，因为你是至高独一的主宰。见有喘气的，拢爬伫你的面前来欢呼，要将荣耀归乎你，搁要尊荣你，而了你是创造主。主要感谢你带领阮每一位兄弟姊妹来到这，组织伫你的厅的中间。更要感谢你为阮预备一个充满稳定平安的教会，富强教会，互会当伫遮同心合意来敬拜你、服侍你，也彼此来扶持、受造就。主啊，阮感谢你美好的安排，互阮伫小组团契中间找到属灵的家，伫遮合适你的话语，经历你的同在，甲兄弟姊妹同行天路，伫你的厅当中间，我们来彰显，互阮无单是感受彼此的关怀，搁也是来亲身体会到你无条件的疼，甲丰盛的供应。主啊，恳求你，互阮搁较委身伫你的事工，彼此相疼，同心合意的服侍，愿阮的教会成做你荣耀的见证。成做祝福的管道，主啊，要将兄弟姊妹，阮家己甲你的关系，阮全然交托，来摆咧伫你的面前，求来引带阮未来的路站。有主，你满满的丰盛的恩典，甲祝福伫阮的生命中间。阮将一切献上阮的感谢，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名。阿门。主啊，阮感谢你。你是全能的上帝，你的确大大祝福伫阮的生命中间。全能的上帝，请你听我的祈祷，愿你大大赐予我，开阔我的心肝，将你的话甲示我。你的双手扶持我，赐我智慧甲才能，为你荣耀征战。愿你甲我同在，做我是为的顶摆，保护我无日试探，带我脱离灾害。愿你甲我同在。将我放你的手内，做你得胜的器具，主听充满世界。愿你甲我同在，做我是为的顶摆，保护我无日试探，带我脱离灾害。愿你甲我同在，将我放手来，做你得胜的器具，主听充满世界。这是咱向主来献上咱赞美的祈祷，咱来称颂上帝的圣名，咱嘛来数算主的恩典，咱嘛感谢上帝对早前到即摆的带领。无论咱面对什么的挑战，伊拢带咱安然来度过。相信咱嘛来主的面前，咱来认罪祈祷，求主来赦免咱所有的罪。咱三甲出声来祈祷。你是配得颂赞的主，你的慈爱直到永远，你的信实直到万世。今日完全今仔日完拢会组织全心来敬拜你。阮的喙唇要唱新歌来学了你，阮的心灵要归荣光予你。你是创造天地的主，万物拢是对你而来。有开有喘气的，拢嘛是你所想事的。主啊，愿你的名今仔日为着高举，愿你伫阮中间设立你的宝座，愿圣神引带阮进入你真实的敬拜。主啊，感谢你一切的恩典。主啊，阮感谢你，逐日所供应阮所需要。感谢你的看顾，保守阮的家庭平安。感谢你赏赐阮教会牧者同工兄弟姊妹奉上扶持。主啊，阮知我人生有艰难，阮的挑战
拢不断的来，无论是家庭的困境、身体病痛、工作的压力，甚至信仰上，拄着困难，主总是你去帮助阮，坚固阮的信心。面对一切艰难，拢无惊吓，因为你是阮的瓦靠，是阮的力量。主啊嘛要来你的面前，将阮的罪摆在你的面前。阮常常软弱，违背你的旨意。主啊，求你赦免阮的过犯，你洗清阮的心，赐阮一粒清心正洁的心，正直的灵，忠心点倒对你的疼，互阮愿意来搁较面对你，忠心行伫你的真理中间。主愿在阮深深来得罪你，求你怜悯阮，阮愿意正做圣洁，归你为圣，做你的子民。主啊，恳求你，将一切无属于你的，你所无欢喜的，对阮生命中来刷走，互阮正做一个圣洁的器皿，是你所甘乐的，是合适，有对你的圣工所用的。主，我们将一切献上阮的感谢，原来感恩祈祷，奉靠主耶稣的圣名。这是咱嘛为着富阳教会来祈祷，求主来兴旺咱富阳教会。互富阳教会是一间传福音、学习主样式、兄弟姊妹和睦相处、彼此接纳。互富阳教会是一个充满主疼的教会，成做社会的亮光，成做祝福的管道。咱嘛常时为着教会牧者团队中一同工，每一位会友来祈祷。互富阳教会，大家拢有一粒谦卑的心、顺服的灵，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上帝，领受上帝的恩典。咱嘛为着富阳教会，大家家庭献上祈祷，上时嘛为着病痛中的肢体来祈祷。咱三角出声来祈祷。亲爱的主耶稣，亲爱的天父，主我们恳求你来兴旺阮富阳教会，互阮的教会成做一间传福音的教会，有主的样式，主的疼，求你互兄弟姊妹彼此相疼，互相接纳，用合一的心，用福音，互教会成做社会亮光，成做祝福的管道。愿你互阮看见阮的作为，就将荣耀归予天经地的爸。主啊，求你祝福牧师团队中一同工各团契首长，无论是啥物所在服侍，都有你的恩典甲三角之地，你的能力充满伫的每一个人的心上，互阮拢有一粒谦卑顺服的心，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你，体会你的疼，活出基督的生命，也恳求你顾念每一位家庭甲病痛中的肢体，求你亲自安慰、医治、扶持。互阮记得你是阮的牧者，阮拢无欠亏，你这真实的大恩典。主我们将一切献上阮的感谢，有咱的感恩祈祷，奉靠主耶稣的圣名。上时咱嘛为着今仔日2场的礼拜，咱献上咱的祈祷，咱将今仔日牧师要传讲的信息摆在主的面前，求主的圣神甲牧者、牧师啊三角之地，互牧师嘴里所讲出来，拢是带有能力对主上帝遐来的话语。今仔日上时嘛是教会学校纪念主日，咱嘛为着教会黄立龙老师甲刘新凯同学的分享甲报告，咱来祈祷。上时咱嘛为着今仔日2场礼拜，兄弟姊妹谦卑的领受，咱献上咱的祈祷，咱三角出声来祈祷。现在上帝，请阮的主耶稣，今仔日2场的礼拜，献上阮的祈祷伫你的面前。主啊，今仔日的2场礼拜，我们会交福转的交你的圣手，愿你的圣神充满这个所在，充满富足。
教会，充满每一个座位，互牧师所传讲的信息，满有对你遐来的话语甲亮光，传你的真道，互阮所听的人有会当领受对你遐来的稳定甲福。主啊，要将今仔日教会力量主力全然交托，为着王立龙老师甲刘庆台同学的分享，主啊，只有你带领伊所分享的，拢有满满主你遐来稳定甲感动，来互会友来领受。主啊，要将今仔日所有服侍同工摆伫你的面前，无论是敬拜团，无论是影音、交通服侍、主日学等等。主啊，因拢伫主你的稳定中，互无共款的温顺，互因伫服侍中来体验你的稳定。主啊，恳求你来带领阮今仔日2场礼拜，用你满满稳定伫阮中间，阮的感恩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子名。你大大赐予我，开阔我的心肝，将你的话甲示我，你的双手扶持我，使我智慧甲才能，为你荣耀真济。就是邀请遐人姊妹，咱若方便，咱会当伫座位中来起立，咱三甲来敬拜上帝。你大大赐予我。我的心肝，将你的话甲示我，你的双手扶持我，使我智慧甲才能，为你荣耀真济。愿你甲我同在，做我是为的敬拜，保护我无离失败，带我脱离灾害。你甲我同在，将我放你手内，做你得胜的器具，主听将我世界。愿你甲我同在，做我是为的顶摆，保护我无离失败，带我脱离灾害。愿你甲我同在。咱今日要来敬拜这位荣光的主耶稣，伊的名真正有价值，值得咱大声来欢呼。伊的国度有尊贵荣光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伊是奇妙的救主，是万王的王。伊听长看关心，就互咱所知影的，咱用全心全意来敬拜伊，将一切荣景、颂赞、尊贵献予伊，愿万国万民拢看见伊的荣光，做伊的国。大声来欢呼，俄罗瓦的主耶稣，宣扬你无比我听起声忧伤。大声来欢呼，俄罗瓦的主耶稣，尊贵全能的主。大声来欢呼，俄罗瓦的耶稣，宣扬你无比我听你声忧伤。大声来欢呼，俄罗瓦
高天比海高，传好消息，好人拢知，亲像你名，看见你国度荣耀，哈利哈利哈利路亚，大声来欢呼，俄罗瓦的主耶稣。宣扬你无比大听，牺牲救赎，大声来欢呼，俄罗瓦的主耶稣，尊贵全能的主，大声来欢呼，俄罗瓦的主耶稣，宣扬你无比大听。大声来欢呼，俄罗瓦的主耶稣，尊贵全能的主，甲你同行，到天比海高，传好消息，好人拢知，亲像你名。看见你国度荣耀，哈利哈利哈利路亚，甲你同行，到天比海高，传好消息，好人拢知，亲像你名，看见你国度。宣扬你无比大听，牺牲救赎，大声来欢呼，俄罗瓦的主耶稣，尊贵全能的主，我尊崇你，我尊崇你，尊崇你名，超过万名。你的国
充满全地，何等荣耀，何完尊贵，你的荣耀充满全地，何等荣耀，永远尊贵。